继续来看台中市引进着囡仔骹球举办骹球赛，有31队大约300个小朋友报名参加，摕到第一名的球队将会进到全国的总决赛，甲来自全国各地精英这个球队来比赛交流。 囡仔伫咧球场内底欢喜走动、耍踢球、麦当练身体，为着骹球运动顶劲发展。台中市头一摆和囡仔骹球协会合作办理国小的骹球比赛。那我们从108年开始推迷你足球，到现在成长的队伍数，从当时的10队成长到现在已经破100队哦。囡仔骹球队拢总剩31队300多岁的囡仔来参加，除了友善环境，同时嘛把规矩简单化，让囡仔会当轻松 理解比赛规则。其实，在台中现在的小朋友足球，还有基层的足球，越来越蓬勃的发展。运动局讲，希望当透过比赛举办，带动基层运动风气。即摆预赛各组冠军队伍会选出一位单场的 MVP， 同时第一名球队会晋级1月份的全国总决赛，和来自全国各地精英球队共场车拼。 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